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講到業力，好多人會聯想到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嘅因果懲罰。生死之間入面嘅個案就提出咗一個完全超越宗教限制嘅能量法則。業力並唔係懲罰，佢只係平衡。如果一個人前世做咗壞事，今世係唔係一定要用受苦嘅方式去償還業力呢？宇宙係冇道德判斷嘅，業力就好似掟粒石仔落水，漣漪會擴散開去，最後會反射返嚟。業力嘅目的從來唔係要人受苦，而係要人學習。當一個人透過反射嘅能量，明白到曾經為他人帶嚟嘅痛苦，咁呢個人嘅靈魂嘅意識頻率就會發生改變。除咗受苦，有冇其他方式可以平衡業力呢？當然有啦，業力可以用服務他人，又或者傳遞愛嘅方式去抵消。重點唔係死板嘅等價交換，而係靈魂係咪已經真正學識嗰個課題。一旦你真正開悟成長，你嘅意識頻率一改變，嗰份業力就會得到化解，因為你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需要透過苦難嚟到學習嘅人。我哋覺得可怕嘅業力，原來只係能量平衡嘅漣漪。業力亦係一位嚴厲，但係就完全客觀嘅導師。